大家好，我係 Hungry Buddy 嘅創辦人 Cherry。我哋品牌專注提供優質、低卡、低碳又好味嘅食品，好開心可以得到香港優質素食食品嘅產品大獎。呢個獎對我哋嚟講意義好大，唔單止係對我哋努力嘅肯定，仲係鼓勵我哋可以繼續推廣健康素食嘅理念。今次參賽嘅產品係三方聯乘，結合咗 Hungry Buddy 啦，同埋素食車仔麵嘅始祖靚靚素食，加上全港經濟漫畫比賽冠軍嘅年輕畫師。呢個合作唔單止係融合咗傳統同埋創新，仲展示咗車仔麵呢一個香港經典美食嘅多樣性，帶出香港精神。而家素食市場增長好快，大家對健康同埋可持續性越嚟越重視。我哋好希望可以繼續推出創新嘅素食食品，令到素食市場可以更加年輕化。最後，真心好感謝所有支持我哋嘅客戶同埋團隊，你哋嘅信任係我哋前進嘅動力。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記住 Hungry Buddy 代表方便、好味、健康又低卡。多謝。